時尚先生解說之嘅2017年6月刊雜誌採訪。因為燦爛而孤單，孔劉在等待為他拔去胸口那把劍的人，同時又害怕那把劍被拔掉。現在孔劉格外燦爛，所以無限孤單。新基末記者問：如果沒有拍鬼怪的話，可怎麼辦呢？聽說你推辭了好幾次演出的提議，差點出大事了，我們差點就生活在沒有守護神的世界了。孔劉回答：從外界看的話，可能真的是個大事吧。新記者問：鬼怪是太陽的後裔，紳士的品格及秘密花園的編劇金恩淑編劇的後作，這難道不是大事麼？到底為什麼當時要拒絕那麼多次？孔劉回答：如果一開始太想去演，但是我又錯過了那個機會的話，結果就會像你現在所說的那樣，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事。新記者問：當然演員生涯中錯過了好的作品也是常見的事哦，作為演員的話不是應該接受這種事麼？孔劉回答：雖然沒法一一說出來，但是我確實錯過了很多作品。新記者問：但是其他演員出演後獲得了很大成功的情況也很多。孔劉回答：對，我認為那些也都是緣分。我覺得不是我，而是因為那個演員，所以才有了很好的結果。新記者問：你認為一開始就不是我的？孔劉回答：這樣想的話可以安慰下自己，事後的自己覺得很合理，這樣去想的好，覺得挺美好，心裏也能舒服些。新記者問：經歷過這些，會隨着年齡變成熟而變成更成熟的演員？孔劉回答：我不是佔有欲很強的人，不管是人還是東西，這是我的優點也是缺點，這是快邁進40歲人生的我的想法。新記者問：為什麼說又是優點又是缺點呢？孔劉回答：佔有欲不強這一點在我這麼久的演藝生涯中給了我很大幫助，但另一方面每次都能夠說服自己安慰自己也成為了我的缺點，我會不想去承認，不想去想，所以從一開始就讓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我的。新記者問：說實話誰會去信呢？釜山行和密探連續在韓國創下了1000萬觀影的票房，通過鬼怪也在整個亞洲掀起熱潮的演員，說自己沒有欲望。孔劉回答：雖然我自己說自己是沒有欲望的演員，但是在別人的眼裏好像我是一個欲望強的人。在某個採訪中別人提到我的時候，說過我真的是一個欲望很強的人。新記者問：欲望這種東西指的是本不歸自己的東西變成自己的這種心嗎？那個採訪？請解釋下。孔劉說的是命理有時終須有命理，無時莫強求，不屬於的我的東西就不是我的。假設當時沒有接拍鬼怪，那麼如果一個欲望很強的人是不會說出一開始這個電視劇就不是我的這種話的。孔劉回答：當然我的經紀公司會隨地的。新記者問：能想象到經紀公司 management 疏括金長軍代表隨地的樣子？孔劉回答：因為鬼怪相當成功，所以有點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的感覺。現在這種說這種話好像很輕鬆，我聽到這些話會覺得很可怕。雖然說話的時候要很謹慎是事實，但實際上這個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新記者問：這應該就是金恩淑編劇5年時間一直邀請你拍攝電視劇的理由吧？因為是世俗的欲望很少的演員，不知道是不是對只要你出演就會成為明星編劇的 Love Call 也不太關心。孔劉回答：金恩淑編劇說等了我5年，我沒數過多少次，聽他說了之後反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現在回想起第一次他邀請我出演的時候，好像是在我剛退伍之後。新記者問：退伍之後的話，應該是最苦惱能不能恢復以前的人氣的時候吧？那個時候也拒絕。孔劉回答：我一直是這樣的人，想法好像沒有變過，沒有什麼執着迷戀，也沒有後悔，沒有遺憾。我現在還記得剛開始接到金恩淑編劇出演邀約的時候，和金長軍代表一起聊天的內容。新記者問：都說了些什麼呢？孔劉回答：我知道你不會拍，但好像這個電視劇應該會很受歡迎，應該給你看看劇本。他是這麼說的，然後把電視劇劇本遞給我了。新記者問：為什麼他會覺得你不會去演？孔劉回答：金長軍代表對我非常了解，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新記者問：他知道你不是那種想要紅、想要人氣、想要被關注，因為這些慾望去選擇作品的人。孔劉回答：那個時候相較於電視劇，我對電影更關心，想通過電影去嘗試一些東西。我不是要去比較電視劇和電影這兩個種類，兩個藝術形式都非常有魅力，但是那個時期我想優先拍電影。新記者問：那個時候你先後選擇了尋找金鐘鬱和熔爐？孔劉回答：本來應該是熔爐先開始的，在軍隊的時候看了原著小說，休假出來時是到處諮詢這個是否能拍攝成為電影，然後開始的。新記者問：拍攝咖啡王子的浪漫男孩孔劉從軍隊回來後第一個選擇的作品竟然不是甜蜜的愛情電影尋找金鐘鬱，而是批判社會的電影熔爐。孔劉回答：其實如果當時能快速地整理好條理的話，退伍後第二個作品應該是熔爐，只是時機上做了變更。新記者問：如果是因為先選擇了熔爐的話，那個和時候錯過了金恩淑編劇的緣分的話就能理解了。金道淑編劇的電視劇雖然包括奇幻和動作等各種題材，但還是以愛情為基礎的故事。那個時候的孔劉想擺脫咖啡王子的形象了。孔劉回答：那個時候我還沒法融入到金恩淑編劇作品的內涵中去。
我也是快當了10年的演員了，自己也能稍微預料到哪部作品能成功，哪個不行。當時我把劇本還給金長君代表時說的話還記得很清楚，這個電視劇會火的。新記者問，即使這樣還是回絕了，他沒問理由麼？孔劉回答，沒有，所以我們才能夠一起合作這麼久吧。新記者問，在某個採訪中，釜山行的嚴尚浩導演曾說過，認可演員孔劉原有的特性。在釜山行第一場拍攝現場，嚴尚吳第一次看過孔劉的演技之後，就覺得不強巴孔劉怎麼去演戲了，看着孔劉怎麼去演就可以。孔劉對此很感謝他。金長君代表也是認證了孔劉這個演員的原有的特性。也許孔劉是那種能和認證自己特性的人一起工作的怪人吧。孔劉回答，金長君代表是這樣子的，你不喜歡的話可以不去拍。但是好像這個會很火，我是經紀人所以得給你看看劇本。新記者問，怎麼回事？他太衰了，就好像是鬼怪裏面的鬼怪和地獄使者的撥羅曼斯兄弟情一樣。孔劉笑着說，想到長久以來以一起做事的金長君代表，如果我不拍鬼怪的話，真不知道會怎麼樣。新記者問，最終還是見了金師叔編劇並選擇了鬼怪，但聽說你見他本來是想要回絕的，通過幾個小時的對話然後說服了你，是什麼動搖了孔劉的心呢？孔劉回答，說到這兒的話我得要先說明下我這種人，機會到我身邊的時候，我沒找住，這樣的話我會明確認證那是我自己的問題，這是對我的鞭策。那個瞬間我明明可以表現的更多但沒有表現出來的話，很明確的我會只埋怨自己。新記者問，如果埋怨別人的話，人會走上歪路，責備自己的人會成長。孔劉回答，我一直是要接受別人評價的立場，會聽到很多喜歡或者討厭我的那種意見或看法。如果我只責備自己的話，在那些評價面前似乎能夠更加成人的去應對和接受。新記者說，想要客觀的接受別人的評價的話，首先要從自己開始客觀的看待自己。拿別人的錯誤來當藉口的，對自己是沒法嚴格要求的，很容易變得很卑鄙。孔劉回答，我也有這樣的情況，想一下好像是第一次說這種話，不知不覺的會給別人帶來非常大的困擾。新記者問，這好像就是叫做孔劉的演員和叫做孔地哲的普通人，就那樣回家一個人難過的某個人，就這樣自己去認證錯誤和分寸，然後可以跨過去站起來再演戲的演員。孔劉回答，在拍攝密探和釜山行的時候都是這樣，即使當天在拍攝現場導演說很好給我鼓勵，結果我還是覺得那天的拍攝不是真實的好。新記者說，沒有用的吧，那些稱讚。孔劉回答，是的，我拍戲的時候無法集中，然後在鏡頭外監測自己的表演時，如果覺得不是真實的話，那麼就不是重新拍攝20來次的問題了。如果我認為是虛假的，回家以後我會很難受。新記者問，回家以後怎麼辦呢？孔劉回答，就走不出來，責備埋怨自己，很難過，因為今天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這個問題很痛苦，對我來說好像非常重要。新記者問，也許那些瞬間是演員孔劉成長的瞬間吧，承擔的那些痛苦。孔劉回答，我沒法對自己說謊，別人對我說非常好的時候，我也會認為那瞬間是虛假的。新記者問，你知道吧，演員們的周圍很多奉承諂媚的人，稱讚演的實在是太好了一類的，但是如果這真的去問哪裏好的時候，他們就回答不上來了。孔劉回答，所以我不相信。新記者問，也有相信這些的演員，只有不相信這些話的演員們才會成長。但不相信這些的演員也付出了很大的付價，回家之後一個人會很難過。孔劉回答，所以演員好像是很孤獨的職業。新記者問，這樣的演員選擇了金恩淑編劇的電視劇，到底你們當時都聊了些什麼？孔劉回答，那次的見面我也覺得很有負擔，一直想逃避，因為他是明星編劇。見面以後很想對他說感謝他這麼喜歡自己，真要聽他講了關於電視劇的一些話後，擔心如果自己在那種場合回絕的話會很失禮，他可能會不高興。這樣的話還不如不見更好，是這麼想的。新記者說，這就是孔劉。孔烈回答，金恩淑編劇說哪怕只喝杯茶也可以，我也覺得應該見一下，跟他說聲感謝，於是我們就這樣見面了。新記者說，天氣剛剛好的某一天。孔劉回答，現在才想起來，金長君代表好像動了些腦子，他說讓我和金恩淑編劇李應福導演哪怕見那麼一面呢，能讓編劇和導演的想到孔劉這個演員。金代表很清楚我的不安的原因是什麼，他認為我和編劇導演互相聊天溝通後，擔心憂慮應該能會緩解一些。新記者說，結果他的策略成功了呢？孔劉回答，是哦，第一次見面4個月之後就開始拍攝鬼怪了。新記者問，這麼說的話，第一次見面時在夏天的時候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明明想回絕卻又決定出演這部戲。孔劉回答，演員擁有的固有特性和編劇擁有的固有特性結合在一起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應時，那麼這個工作會很偷快。雖然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電視劇是編劇的藝術，話劇是演員的藝術，但我認為說的不夠全面。我認為相互融合才會產生人們預想不到的創新的東西，這對我很重要。
新記者問：和編劇見面後，你相信在金恩淑的電視劇中，孔劉是真實的，編劇和導演及演員相互產生效益對嗎？孔劉回答：是的。新記者說：這種固執好像是孔劉這個演員告別的地方。某些演員們為了能演戲，可能拜託金恩淑編劇很多次，而孔劉卻在這裏苦惱：我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孔劉說：很痛苦。新記者問：2013年，我曾經採訪過嫌疑人的袁舜賢導演，他曾說過孔劉是不會同意出演那種場面的演員。孔劉回答：什麼場面呢？新記者問：在嫌疑人中，你的身材真的像雕塑一樣，是沒有一絲贅肉的完美肌肉，因為所飾演的角色是失去了家庭且被祖國拋棄的朝鮮特種兵，所以那是在實戰中練就的戰鬥型肌肉，其實可以稱得上是100萬美元的身材了，就算只是稍稍裸露了一點。因此，袁舜賢導演才會說孔劉是不會同意出演雷丁山場面的演員。孔劉回答：袁舜賢導演說了這種話啊？新記者問：我還存有當初在採訪袁舜賢導演時，曾好奇過孔劉是一名什麼樣的演員的印象。嫌疑人的最後一個場面也是如此，最後不是和曾以為夭折的女兒相見了嗎？孩子沒能認出爸爸，只有爸爸認出了女兒。在那個瞬間，孔劉只是流着淚望着孩子。那個時候，孔劉如果擁抱了孩子，會再有200萬名來看的。孔劉回答：哈哈，這也說不定。新記者問：爸爸是於心不忍，無法去擁抱孩子，因為太抱歉，因為太不切。孔劉演員是相信這是真實的吧？孔劉在選擇作品的時候是在邊想，我真的會那樣嗎？邊認真思考，只有得出了答案，才能做出選擇。孔劉回答：說實話，這種內心是不會掏心掏肺的說給所有人的，即便是通過採訪，我的話在傳達的過程中，大家也會各自以自我為中心再次做出分析，但在目前的對話中，好像有部分你是理解我的。新記者說：沒準在更深層面也是理解的。孔劉回答：與金恩淑編劇初次見面時有點緊張，就像是一名少女坐在了我面前，可以感覺到她對我特別有感情。初見時我在望着我的目光中就已經深刻的感覺到了，一同就座的李應福導演也是如此。其實我之前是希望導演不來的，因為如果拒絕的話會更困難。見了兩位後毫無頭緒地聊了1-2個小時，而我想象中的金恩淑編劇和坐在我面前的這位完全不同。實際上，關於鬼怪的話題也沒有聊很多。新記者問：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內容終究還是由人來完成。什麼樣的人，怎樣去做，或許比電視劇的情節還要重要呢？懂這個道理的人們聚在一起，對話當然充滿了人情味兒啦。原來是直接翻越過了這個點呢，因為並非與名叫金恩淑的明星編劇，而是與金恩淑這個人相見，那才是鬼怪的開始吧。鬼怪歸根結底也是關於人與人相遇之因緣的故事。聽說同意出演鬼怪的消息是在夏威夷給金恩淑發的。孔劉回答：是的，在夏威夷。新記者問：是去年夏天因拍攝《海蠍之夜》封面去夏威夷的時候嗎？孔劉回答：哈哈，是的。新記者問：哈哈，原來是真的。孔劉回答：金恩淑編劇的性子其實有點急，非此即彼，很爽快實在，不繞着彎說話，與我的性格有點不同。雖然之前我認為我們性格是完全相反的，但實際見面之後覺得還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也會有真的截然不同的人。相反，我認為也會有外在看起來很不同，但內在有相通的地方的人。比起外在非常相似的類型的人，外表上不同但內心相通的人要更加。新記者說：心靈相通。孔劉回答：是的，只要遇到了就會立刻被吸引，並且比相似的人們相處起來更加有趣。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想，金恩淑作家會不會就是這樣的人呢？新記者問：鬼怪是很金恩淑化的電視劇，台詞都很有趣呢，但卻是非常悲傷的故事吧，亦悲亦喜。在第一次閱讀台本時，仿佛就能感受到悲傷，沒準就是這悲傷吸引了孔劉吧。孔劉回答：編劇在台本出稿前，曾簡練地用一句話說明了，鬼怪是奇怪又美麗的悲傷愛善故事，好像是這樣說的：在酒局上，從一開始就已經定下了結尾。新記者問：竟然從一開始就定下了結尾，這樣更悲傷了呢？無法躲避的悲傷命運。回頭看來，鬼怪好像是金恩淑編劇的作品中最悲傷的一部了，所有的一切都很悲傷。孔劉說：是這樣的，是最淒涼的作品。孤單又燦爛的神，這句在台本上寫着的宣傳語，是對這部電視劇最準確的說明。看似很不起眼的一句話，卻包含了整部電視劇，讓我再次感受到金恩淑編劇的過人之處。鬼怪的篇章又何嘗不是從達一句話開啟的呢？新記者問：孤單又燦爛。孔劉回答：當想到金使時，最先從心裏浮出的感情就是孤單淒涼，因為最初飾演今日這個人物時的想法是他從頭到腳都充滿了淒涼。雖然曾經是人類，現在卻成為了神一樣的存在。當人們看到金身時，一定要能夠從表情或者眼神中感受到他的淒涼。在初期接觸金使時，一定要用心接受他深深的淒涼和孤獨。這就是我對金仙的態度。新記者問：孤單淒涼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和孤獨好像還不一樣。
是不是意味着雖然深入骨髓地孤獨，但卻因心存希望而努力承受着呢？孔劉回答：哈哈，是的，這句話真好，我也是這樣想的。新記者說，孔劉飾演的今生的孤單，好像也把我傳染了呢。一開始為了跟隨故事情節死守鬼怪本放時，真的很忙碌呢。還看到了鬼怪地獄使者之間的幽默。孔劉說，撥羅曼涉兄弟情。新記者問，但重新看這部電視劇時，越看越能感受到金使這個人物無止境的孤單凄涼。孔劉說，金恩淑編劇也提到了鬼怪和地獄使者的撥羅曼涉，孤獨的兩個神相遇時在家裏產生的各種幽默的默契。雖然故事很悲傷，但兩個人真的很搞笑。從某些角度來看，鬼怪是個悲傷的喜劇呢？新記者問，可以說是又可笑又悲傷吧？孔劉回答，是的啊，金恩淑編劇的台本絕對不是簡單的台本，就好像在坐過山車一樣，僅在一個片段裏都包含了很多內容，始於正劇卻終止喜劇，真的是有很多哭着就笑了，笑着又哭了的場面。這些對導演和演員們在鏡頭前表演來講也是不容易的。李應福導演是一位很細心的人，對於這種哭了笑，笑了哭的場面該如何表現出來，他真的苦惱了很多。新記者問，所以才會這樣的吧？就連看着鬼怪和地獄利者之間的幽默，你都能感覺到孤單感，都會覺得他們是因為孤獨才這樣的吧？孔劉回答，這是因為他們的對話方式吧，所以才看起來很孤單，那也是金恩淑編劇特有的方式。我對因為記不起前世而苦惱的地獄使者曾經這樣說過，不管你前世是什麼都沒有關係。地獄使者回答，真的嗎？點？之後我又說，問我為什麼？因為不管你前世是什麼我都討厭你。這就是他們對話的方式，也是互相安慰的方式，互相愛着對方，所以他們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朋友。新記者問，同時也是獨一無二的仇人，所以金使才更加孤單的吧？不得不送走心愛的人，不得不仇恨心愛的好友。孔劉回答，我認為這也是鬼怪中兄弟情似別的地方，那並不是演員李棟旭和孔劉在搞笑逗觀眾，展示反覆的那種瑣碎的幽默都是有理由的。新記者問，那麼深知在幽默中隱藏着悲劇性的演員孔劉，在表現兄弟情幽默的瞬間也不會是真的在幽默呢？這種幽默的台詞會不會讓你覺得很辛苦呢？孔劉回答，所以我和編劇討論了很多，像自言自語的戲很困難，這類的話也全部坦白地說了。我很感謝編劇，因為和演員們這樣有深度地進行對話。新記者問，但是在鬼怪中金新自言自語的戲值得很多呢？像真是讓人為難這類話，接到台本後也很為難了吧？孔劉回答，我周圍的人都這樣說，只要讓我做我都會做得很好。新記者說，哈哈，這個又是為什麼呢？孔劉說，首先是對金恩雙編劇很信任，另外一個理由應該是我的壞性格吧，這是我不滿意的我性格的其中之一，雖然水刀，但是到了那個場合也照樣會做。我是在一個直到處於一個情況的前一秒鐘都會花很多時間苦惱的人，首先會做出選擇，因為臨處於這個情況下不想給別人帶來麻煩，對於讓別人等待或者讓氣氛尷尬這種事也有很大的負擔感，所以會去做，就算會很辛苦。新記者問，都做完了之後自己又很痛苦？孔劉回答，我又想到了很多，就是因為這樣我內心才留下了殘留物吧。這樣的殘留物曾有一些，在與咖啡王子1號店相遇前，有很多這種受害意識。39歲的我現在又這樣了呢？又不是逢九劫難，卻好像在經歷相似的時期。我自己在給自己做診斷的時候，覺得是時候清理在這段期間積存的殘留物了。已經到了那種吸塵器裏面有太多灰塵，再也不能清掃的狀態。最近總是有這種想法。新記者問，現在要清空一下了呢？2016年從虎山行、密探到鬼怪，把所有的都吸進去了的話，2017年要把積存的殘留物都清空一下呢？孔劉和金新真的很像。今日雖然是守護神假裝成世上最強大的人物，其實卻也是最軟弱的人物。孔劉回答，我覺得自己具有的那些軟弱，在飾演金新的時候給了很多幫助。新記者問，孔劉好像是個很能感受到他人情感、很敏感的人呢？雖然對白幾職艱辛，卻因為對他人抱歉而去做某件事，是因為對別人感同身受吧？這一點也很像金使呢。鬼怪也是因為憐憫他人而去涉人間的生死，又因為副作用而痛苦。孔劉回答，我沒法裝作不知道。新記者問，因為了解這樣的自己，所以才努力絕對不去需要拒絕的場合吧？孔劉說，哈哈，是啊，是我們金將軍代表很機智，因為和我認識很久了，又因為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看透我這樣的人，這是我想去做的事，所以創造了讓我出面的機會，最終才能做出選擇。新記者問，真是個好經紀人呢，也是個好朋友。孔劉說，電視劇初期，我總是在說這樣那樣的話，金恩淑編劇對我這樣說，我不太會寫自言自語的話，也不是那種會寫讓人去這樣那樣做的舞台說明的編劇。不要擔心，我會讓你隨心所欲的浪的，這是最有決定性的一句話。他真的像個孩子像個少女一樣說，我一定不會因為前一部作品成功了就目中無人的，我真的會努力的，所以相信我吧。
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明星編劇的樣子。新記者問，說起前一部作品《太陽的後裔》，不僅僅在韓國，那是讓整個亞洲都又哭又笑火爆的高收視率作品。就算這樣也是嗎？孔劉回答，他絕對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個單刀直入，讓人都在思考，可以這樣說話嗎的程度，很坦白地全都掏心窩地講出來的人。我是這樣的人，你來判斷，相信我吧，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像這樣子說，新記者說，對方都這樣坦誠相待了，我還藏着掖着就不是個理了。孔劉說，所以即使鬼怪沒能成功，也絕對不會怪罪金恩淑編劇的。新記者問，鬼怪好像是金恩淑的電視劇無止境地向上發展的一個證據呢？在之前的作品們中也有着愛情、兄弟線和稠密的台詞，這些都是金恩淑電視劇的特徵。但在鬼怪中，人物和台詞之上還疊加了感情線，鬼怪也包含了愛恨思悲、喜怒哀樂的感情錯綜交織呢。以這個為基礎，人物和台詞像經緯線一樣精妙地排列到了一起。比稠密的台詞更加稠密的，應該就是人物們的感情了吧。所以鬼怪越看越孤單，想到輕鬆一些的話，還是要看太陽的後裔吧。孔劉回答，哈哈，雖然我不能輕易地去評價金恩淑編劇，但我在了鬼怪都結束了之後，以一名觀眾的角度重新看了一遍，因為拍攝時是在一個檢查監督的層面上，所以沒能整體仔細地看。從頭再看的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感受，我覺得鬼怪是金恩淑的電視劇一個層面性發展的作品。新記者問，承諾了我一定不會因為前一部作品成功了就目中無人的這個約定呢？孔劉回答，在經歷金恩淑編劇的電視劇時，感受到的是出色的編劇創作的電視劇所具備的驚人的力量，是讓人狂熱、讓人深陷其中的力量。所以明白了他為什麼會說相信我吧這種話。其實編劇本人也是無法預測結果的，只是把長久以來的渴望和熱情傾注在了鬼怪中而已。在拍攝的時候可以感受到。新記者問，也許是有孔劉這名演員，所以才有可能成功的。孔劉回答，我雖然說了自言自語的戲很困難，但結果還是有這樣的場面。我有一處邊自言自語，好奇心總是讓人放下面子，以邊在床上滾來滾去秀逗的場面。我沒想到編劇會來攝影現場，他一直在外面看着顯示器。我忽然聽到外面有人拍掌大笑，到外面一看，金恩淑編劇邊說 hello 我來了邊揮着手，原來他都看到了。新記者問，真的很為難吧？孔劉回答，然後他這樣說了，真的很抱歉，這個戲很難吧？沒辦法了，很抱歉，寫這種台詞實在是不好意思，但你也演得太好啦。編劇自己看時覺得演員演得很有趣的話，便又會去寫。新記者說，他是個能認可演員固有一套的人。孔劉說，電視劇開始初期有史劇部分，金信是高麗武士的時期，初期史劇部分在電視劇總體來看是很有分量的重要場景，我和導演討論了很多次。這些部分能使後面輕鬆的場面出來時，也不會讓觀眾們輕視金信這個角色，可以理解他那份深沉。事實上，電視劇初期的史劇部分在鬼怪這個故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新記者說，史劇的分量要足夠悲壯，才能與隨出場的幽默兄弟情取得平衡。孔劉說，但是有一個場景是我復活之後懲戒從船上把小孩子迎進水裏的壞人，知道當人比畜生還不如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嗎？就是會遇見憤怒的神。作家說他在寫這句話時非常擔心，寫的時候非常費心。雖然他自己非常擔心這台詞，但結果是得到大家讚賞，說他寫得非常好。新記者說，那是變成鬼怪的金信初次展示出身為神的存在感的場面，觀眾們能否確切地感受到他作為神的存在，就要以船上這場動作戲份才能見分曉。最終畫面如你剛才所說，台詞只有一句成功，全靠由演員開始去表演那份真實感。孔劉說，作家非常喜歡史劇部分，儘管是自己寫的劇本，自己創作的電視劇，觀看精彩場面剪輯時會興奮得大叫，說着哦，太碎了。他還親自到編輯室裏進行監督，一個一個鏡頭仔細觀看，了解演員可以很好地消化哪些部分，有沒有感到不便的地方。他所觀察到的東西會反映到劇本上，他很投入其中，知道演員能很好地理解後，他又會再次興奮地寫作。新記者說，編劇和演員們共同去塑造角色，理解孔劉這個演員，然後把你特點融入到劇本中。孔劉說，那個時候確實有這種感覺。為什麼金恩淑編劇一直提議和我一起拍攝電視劇？雖然金恩淑作家一直給我送來電視劇拍攝的提案，但我只感到奇怪，心想又來找我合作。點？如果是我的話，我大概早說我不需要你這樣的話，但他卻再三邀請我，因此我曾認真思考過金恩淑編劇為什麼要一直向我提出合作建議。拍攝鬼怪時，我感覺到金恩淑編劇由開始時就已期待着孔劉這個演員，金信這個角色，再加上身為編劇的他本人所具備的優點混和後會得出怎樣的成果。懷着對我的青睞，留心於我的演技，注視着我這個人時，他大概是抱着這樣的想法。新記者說，在鬼怪的劇中部分，金信突然要面對恩卓的死亡。雖然金信拔出胸口插着的劍砍向奸臣來救恩卓的場面是悲傷的，但他其實是一個很帥氣的場面。
金高銀的哭戲表演真真切切，還有金信也是帥氣的。鬼怪真正的定數就是恩卓的死亡，這是金信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在這個場面裏飽含着鬼怪所有的孤獨，因為這種沒有預告的離別到來時，你會覺得人生就是孤獨的，一定要接受這些就是人生，這是連神都無能為力的命運。演員孔劉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來出演這個場面的呢？孔劉說實話，對於那個場面，其實我現在這刻感覺更悲傷。拍攝當時，對於演出這個場面，心裏有很大負擔，因為長時間的拍攝，那一整天都非常累，再加上還有使者在旁邊看着金信跟恩道。那天高銀跟東旭在我身旁給予我很大的幫助，因為是他們倆先對台詞，我沒有在他們旁邊待着，而捉一個人戴着耳機待在昏暗的角落裏。平時我和高銀還有東旭經常開玩笑，但唯獨那天我沒有那份餘下，一直自己一個人待着。他們兩個明白這場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並且會很困難，所以他們完全沒跟我搭話，故意讓我繼續隔住自己。新記者說，那瞬間就像你說的那樣，完全地只集中於自身，對於得到怎樣的結果，也只能怪罪自己的瞬間。孔劉說，儘管是有點慚愧的話，我認為我沒有演好那場戲，那場戲帶給我的負擔感讓我記不起自己在那瞬間是否真的感到悲傷。現在聊起來，我比當時更悲傷更孤獨，想起那瞬間，那是讓我感到後悔又可惜的場景。新記者說，看來你真的是很孤獨哦。孔劉說，因為我了解自己，不得不去承認，遇到問題時不得不回答。新記者說，因為不說話就會是謊話，不是真實的。孔劉說，在釜山行最後的場景，有我和女兒秀安分開的場面。電影結束後接受採訪時，大家都因為最後的這個場面而感到十分悲傷，我就那樣厚臉皮地回應，我也很滿足。報道也這樣地刊登了，但這事情讓我感到很累，因為我不滿意那場戲。雖然那場戲讓很多人眼眶濕潤，但那場戲我做得很差。結束那場戲的拍攝後，我向導演走去，向他坦白說我做得不好，我真的這樣做了。我不是想從導演那裏得到安慰，而是我真的感到抱歉才這樣說的。新記者說，一定要真實的那份執着就是推動孔劉的力量吧。孔劉說，但是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我能否做得更好？這種想法又折磨着我，因為這樣的想法而做自我鬥爭才是最痛苦的吧。我去找導演跟他說抱歉，導演這樣回應我，說什麼？這不是很好嗎？如果孔演員太過放心不下，倒是可以第二天再聚集大家重新拍攝，那時候非常難受。如果重新回到那一天，我再面臨那樣的情況時，比起我現在所感受到的，或是比起大家所觀看到的，我可以做得更出色嗎？一下子產生了這樣的恐懼。新記者說，演員這個職業是很孤獨的吧？站在攝像機面前就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助你，因為完完全全都是要自己去做的事情，然後不斷地被評價，身邊的人都會說你做得很好，到底怎麼樣自己心裏是清楚的，最終就連評價都是自己的，真是一個孤獨的職業。這樣看來，演員真是一個孤獨又燦爛的職業。孔劉說，我詮釋金信的時好像在其中融入不少作為演員的我的人生，無形中融入了我人生中很多苦惱。新記者說，這就是燦爛的演員孔劉所生活的孤獨世界。孔劉說，今天說了很多哦。新記者說，結束鬼怪聊一下其他的如何，因為總是會變得孤獨。昨天晚上我仲新看了一遍嫌疑人和孔劉的採訪，迫在眉睫，我苦惱着應該翻看哪一部電影密探釜山行，最終我選擇了嫌疑人，因為我覺得對孔劉來說這是部像轉折點般的電影。嫌疑人讓孔劉一下子拋卻了入伍前在咖啡王子1號店中廣為人知的浪漫王子形象，亦是退伍後全新的孔劉的演藝生涯的起始點。孔劉說，在我的演藝生涯中，這是一部暴力和體力都到達極點的作品。新記者說，你說過好像是再次入伍一樣。孔劉說，看完嫌疑人後，我最討厭的評價就是為了給大家展現孔劉完美的肌肉才拍的電影，全部影評我都會看。我們沒有意圖這樣去包裝電影，但出現這樣武斷的評論。新記者說，嫌疑人的池東哲不僅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甚至被祖國遺棄了。演員將自己的身體推向極限，就是為了理解角色的痛苦。原申淵導演是那麼解釋的。孔劉說，拍攝嫌疑人這樣的動作電影，3-4個月期間同時進行節食和健身，因此精神變得疲憊不堪。因為要禁欲，制約最原始又最本能的部分，那種心理上的痛苦，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知道，所以不讓睡覺又不給飯吃，就成了刑罰。這是我對嫌疑人的心意，這是我面對池東哲的態度。新記者說，如果說鬼怪是孤獨，那嫌疑人就是痛苦。孔劉說，在嫌疑人中要把我推到極限，就這樣開始了。新記者說，就算那樣，人們也還是認為在咖啡王子1號店中的孔劉，這次鍛立出完美的身形來再次挑動女性芳心。一旦向大眾建立起某個形象時，一定要做抉擇，要把它打破還是留在其中。當要打破的瞬間到來時，因為欠缺勇氣而未能打破它，就成問題了。真的破繭而出，但大家看不出來時，感覺挺悲傷挺生氣的。
在我眼中，嫌疑人中的孔劉是個完全不同的演員。孔劉說，第一次拒絕動作電影就是因為那個原因。袁新淵導演的演出提案也在一開始就拒絕了。商業藝術最困難的是我想根據自己所希望的，沒有計算地去走，但這樣做非常不容易，愈受關注愈不容易，因為也不是我一個人在做事。如果說小時候會更自私點的話，現在是稍微沒有那麼自私。隨着年齡增長，就連所謂的商業電影也要學懂去認同。新記者說，不管是大眾藝術還是商業電影，演員被誤會或曲解都很讓人苦惱吧。孔劉說，實際上我已經知道會產生怎樣的誤會。我在退伍後永被動作電影的拍攝，就是因為大家都先入為主地認為男演員在退伍後必定要拍攝一次展現身材的男主番動作電影。我不想隨波逐流，盡管我說不在意別人的目光，但是冒起這樣的想法時，表示我已經在意了。常常想要擺脫那些偏見想法。孔劉也退伍了，現在該是拍一次動作片的時候，看來是想一次打破自己溫柔又浪漫的形象吧。非常討厭聽到這樣的話，所以拒絕了。就算知道以電影劇本來看會是部精煉的作品。新記者說，果然嫌疑人發行後，預期之中的評論出來了，而且還真的有不少。孔劉苦笑地說，哈哈，有不少評論，真是我就是我，又能怎麼樣？好換就行了，程度是我想象不到的。希望我也能這樣去苦惱地計算考量，但是我認為我的一生都會這樣過。不管怎麼說，這對我來說是個敲打的過程，那樣經過敲打後再投入拍攝，那時候我大概能無悔地盡情拋開自己，這都全因有這樣的過程。新記者說，因此在拍攝嫌疑人時就能夠重看江大橋約下第12次。孔劉說，嫌疑人試映會後聽到大家說我跳橋的動作太快了，把人都弄懵了，還有說我跑步的時間有點長，我已經夾膊爪子往里拐，又該如何是好？我已經拋開一切了。新記者說，電視劇逼呢？孔劉說，大家都認為逼是孔劉不再涉足電視劇拍攝的決定性原因。新記者說，不是嗎？孔劉說，從外界看來的確會看成是這麼一回事，因為劇集沒有成功，編劇紅姊妹是出色的，合作演員又是李文晶與秀智，大家都說這劇值得期待。不過劇集在日本能高價賣出也是件美事。新記者說，不用提起銷售到日本市場一事，大家都照樣喜歡逼這套劇。孔劉說，哪裏會有完美的作品？一起拍攝逼的攝影 B 隊導演拍攝了雲畫，那位導演曾來過鬼怪的拍攝現場換，他跟太陽的後裔的 B 隊導演及鬼怪的李應福導演都是熟悉的前後輩關係。那時他們談到逼的主導演池炳賢，他們說池炳賢導演因孔劉的關係感到既痛苦又抱歉，說是因為他自己讓孔劉離開了電視界，所以現在的日子過得自責又痛苦，說讓我絕對不要有那樣的想法。新記者說，坦白說，孔劉說，不是那樣子的。我拍劇時一次也未曾埋怨過編劇紅姊妹，雖然是題外話，電視劇拍攝結束後去會餐，編劇一直在看我眼色，雖然很想去做好，但好像只是害苦了我。他們都是善良的人，覺得對我有所虧欠，但真的沒有必要這樣。新記者說，真心話。孔劉說，事實上我絕對未曾埋怨過導演跟編劇，還有怎麼可能每天都打出本壘打？對我而言，2016年與2017年都是特別的。坦白說，如果一心要成功，就不能像我這樣選擇作品，一定要去計算跟分析才行。我沒有這樣計算過，如果要我做到這樣，我會很辛苦，演員這工作應該做不下去。現在我已經夠累了，還要去計算利害得失，像做買賣的生意人般去策劃分析的話，我做不來。這樣的計算是製作者的份內事，演員要這樣去判斷後選擇作品，我認為是不像話的事。我從來沒有那樣去對待過作品，要我這樣做的話，我會覺得很沒趣，這工作也做不下去。我想做自己覺得有趣的工作，我能否投入其中有趣地玩樂才是最重要的事，作品的成功與否是次要的問題。新記者說，你是指逼是有趣的玩樂？孔劉說，不是那樣的，為了他，我很心痛，我的知心飯都喜歡逼，因為在逼中可以看到孔劉的少年模樣，對他們而言像是禮物一樣。新記者說，所謂內容都是由人創作出來的，最終人與人之間交織而成的現場氣氛才真的重要。你曾說過嫌疑者拍攝現場氣氛非常好，特別和朴熙順前輩的兄弟情，又是兄弟情咯。孔劉說，嫌疑者現場氣氛是真的很好。新記者說，你說過之前的那些作品，不管怎樣都有跟女演員的合作，但在嫌疑者你可以與男演員們意氣相投地合作，所以感覺很好。雖然只有黝黑的男人們，但是其中自有你們的溝通方式。孔劉說，這個對我來說更好。新記者說，之後的釜山行還有密探里都是男性為主的拍攝現場，只有男和女有點例外。孔劉說，我也是個釜山孩子，所以和男人們抱團打成一片那樣的事是最舒服自在的。拍攝現場和女人合作的話，要去理解對方的情緒，但是常常又要裝作不懂，因為會被燙傷。如果我佯裝知道而去回應的話，我會變得很累，所以就乾脆裝作不知道。
但是和男人們就沒有這個需要嗎？那是種從拍攝現場出來可以全都脫光衣服去大眾浴池的感覺。新記者說，由釜山行和密探再到鬼怪，可以把現在說成是孔劉的全盛期嗎？說實話，我對全盛期這樣的表達很討厭。人生某個時期只用單詞來劃定有點而那個，因為人生很漫長，而且我認為還可以出現比現在更好的情況。不過現在的成績很亮眼，確是個事實。孔劉說，我想因為這樣的表達挺恰當，所以大家都這樣說的不是嗎？新記者說，本人覺得呢？孔劉說，我也不喜歡這樣的表達，再發現這樣的表達也是不愛。我跟密探合作過的宋康昊前輩一起喝過酒，宋康昊前輩也是慶尚道人，不大會說心裏話。可能因為我也是個釜山孩子，有時就算他沒把話說出來，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心意，也有從他衝口而出的玩笑話中依然能感受到真心的瞬間。釜山行成功了，接着鬼怪也成功了，所以我請密探劇組聚餐了一次。喝酒時我這樣說，今年我運氣真的非常好，怎麼想也想不到作品會接連地取得成功，我的運氣好像真的非常好。前輩之後，宋康昊前輩喝了一會酒後突然表情嚴肅，帶點責備的語氣道，為什麼覺得這是運氣哦？這都是你積累下來的成果。雖然謙虛很好，但是說太多這樣的話就不需要了。雖然我沒有表露出來，但那刻心潮起伏。這是宋康昊前輩對我說的話，他常常說我這個人很沒趣，因為我很重視規矩原則。新記者說，對，不是運氣，這都是孔劉自己積累而成的。孔劉說，要怪顯傳自父母的先天品格，又或者怪我以演員身份生活暴露在大眾面前所得到的後天鍛煉。我討厭不是真心的對待，同時對誰都害怕付出自己的真心，但經常又因為這樣而覺得透不過氣來。新記者說，初看密探時是跟隨着宋康昊的感情線，因為宋康昊飾演的李正出這個時代的灰色人物是故事中的主角。但是再看第二次的話，變成跟隨了孔劉所飾演的金優俊的感情線，一個活在灰色時代，因為太過忠於自己色彩，最後只能放棄一切的男人。密探具有代表性的名場面，宋康昊、李秉憲、金優俊三人一起喝酒的場面。初次觀影時只看到宋康昊和李秉憲的龍爭虎鬥，但孔劉看來也很顯眼。孔劉夾在兩人之間掌握平衡的模樣，與宋康昊與李秉憲相比，顯得更困難，要在兩人之間的細微縫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想說，也許多虧了讓孔劉說出因為我運氣好這句話的性格，才讓這龍爭虎鬥的場面活過來。孔劉說，我是在熊與老虎之間的初生小狗，在拍密探時，我下了決心，只要不造成妨礙就行，上了這艘船後，只要不造成不和諧就行，去聽他們的話吧，這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我的說話跟行動都不重要，看着他們，聽着他們的話，去做反應吧。新記者說，這樣只會加深煩惱，不是和傳道賢合演了男和女嗎？在密陽之後，我訪問過傳道賢，那部電影讓傳道賢獲得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女主角獎。記得他說過，演技就是反應，這樣的話，李滄東導演不只談到傳道賢，還分享了很多關於與傳道賢對戲演員的故事。那時候密陽里的對手演員是宋康昊，密探里孔劉的角色和密陽里宋康昊的角色不是很相似嗎？日佔時期當警察的李正出變心後，自然而然地成為密探，這件事就是因為金優俊，因為對金優俊這樣的人物產生了憐憫嗎？那麼宋康昊能夠表現出那份憐憫之情，定是得到了孔劉的幫助。孔劉說，到這部分為止，我不是很了解。新記者說，存在感太強也不行，但沒存在感也不行。孔劉說，金之雲導演好像也覺得金優俊這個角色非常難演。事實上，金之雲導演向孔劉這個演員提案飾演金優俊這個角色時，不是對我有所期待和理解嗎？金之雲導演是巨匠，因為實實在在地合作過，才會明白他真的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不過，我實際是個沒有經驗的話，不會盲目地跟隨別人去喜好誰的人。只要是男演員，誰都想跟金之雲導演合作。他也的確把男演員拍攝得很帥氣，但是我不是個會感受到這點魅力的人。新記者說，甜蜜的人生和好家伙壞家伙怪家伙的那個金之雲導演嗎？還與阿諾斯瓦辛格拍過背水一戰。孔劉說，反而這樣很是苦惱，這個人為什麼要給我一個這個角色？單純地因為我是個能拿到投資的演員和有點認知度跟人氣嗎？我認為金之雲導演這樣的巨匠是絕對不會這樣去選擇演員。拍攝作品後，我那樣的感受更加深刻。雖然未曾跟我合作過，但看了我的其他作品後，他感受到我所具備某些特點。那是好的還是怎樣的，就只有導演才知道。新記者說，如果是孔劉的話，應該會為思考那究竟是什麼而苦惱。孔劉說，如果這個人說相信我具備了某些價值，而我又知道這個人選擇我的理由，我認為我要為這選擇負上最起碼的負任。我這個演員，如果以音樂來比喻的話，不是那種彈奏既能華麗的即興演奏，又能揮灑自如地飆高音，讓聽眾起雞皮疙瘩這樣的演員吧。坦白說，我思考過後，我應該不是那種演員。
由出道開始，我的性格一直在影響着我，不會給他人帶來強大的衝擊，所以我認為能夠堅持到現在也真不簡單。坦白說挺慶幸的。新記者說，反倒是如此苦惱煩悶、謙遜又會自制的演員，正是金優俊這個角色所需要的。孔劉說，如果我也有一點點慾望，若在酒席上或者在採訪的時候聽到稍微帶點認可我那樣色彩的說話時，因為我也是個人，所以心情肯定會變好。那個時候覺得就算沒有得到很多人的認可，好像也沒關係。小時候會因為沒得到認可而悶悶不樂或者遺憾。現在我明白了，全部演員不會是千篇一律的，而且演技這回事也沒有類似正確答案這樣的東西。資歷與經驗會給演技光譜帶來差異，很難以數值去計算分辨誰是演技派演員。說能夠唱好高音就代表唱歌好這樣的說法，我是持反對意見的。當然大多數人都認為只要能夠唱到3個8度音的人就是唱歌好的人。食物要又辣又鹹才好吃，我不是有着這樣取向的人或者演員。新記者說，不會去懸確自己去做到又辣又鹹又華麗，就是屬於孔劉的演技。孔劉說，雖然現在仍是少數，但是還是有人會理解及包容這點，並且人數正在增加。我也明白作為從事大眾藝術的人，我要去說服更多群眾，但是人們多傾向堅持普遍性的標準，再以這個標準去把所有事情規範化。新記者說，跟隨着普遍性的基準來的話，那就不是演員孔劉的演技。孔劉說，雖然要向大眾傳達我的演技是作為一名大眾藝術家應盡的義務和使命，但是同時慢慢地增加可以絕對地認可我的人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必要的，因為這給予我可以繼續演戲的力量。新記者說，現在是快到了40歲的馮九年，你經常說你沒有非要做演員做到老這樣的想法。孔劉說，這可能也是一種自我防衛吧，說不定我是因為害怕所以才經常說這種話。實際上，對於那些我從未經歷過的部分，我的態度是小心翼翼的。這是對於走下坡的害怕，雖然我在思想上都能夠理解，因為總有一天我會不再年輕，隨着年齡增長，那個時刻也會來臨，所以那番話可能是我為了應對那個時刻所做的過度自我防衛。新記者說，雖然害怕，但是明白這是遲早都要接受的事，就像命運一樣。孔劉說，演員這份職業，它是一份職業，但不能夠單純地把它以職業去分類，這一點真的是很難和別人說清楚。我有幸憑借演員這個職業收穫了不少財富和名譽是個事實，這也真是很值得感謝的事。新記者說，但是對孔劉來說，演員這個職業並不是個獲得財富和名譽的手段。孔劉說，雖然在每天進行職場活動的各位面前應該說話慎重一點，但是我認為像演員這份職業是作維持生計的活動時，就會變得無趣和冷漠，我會有被囚禁的感覺。當然了，對我來說這也是維持生計的事，但是剛從事這個職業時才能夠這樣快人快語地說出這樣的心態。當我掙了不少錢又得到人氣後再去說這種話，聽來就有點驕傲或者站着說話不腰痛，但是我從剛開始接觸演員這份職業就把心態放好，我要掙很多錢，一定要成功，我要讓我的父母養尊處優，我並不是懷着這樣的想法去當演員的。新記者說，那麼演員這個職業對孔劉來說是什麼呢？孔劉說，我認為是藝術，以前比現在更傲慢，商業藝術這樣的話也討厭去說。我希望能把自己放到藝術這個範疇裏，討厭被歸類到商業藝術這個範疇內，自己感覺失了格調。當然大眾的目光與從外人角度看過來的普遍多數人的目光，曾讓我相當不自在。不論是對我、對演員或對演技，好像都以相當輕視的態度去看待，就那樣去笑鬧、看電視去解悶或消磨時間，去電影院吃爆米花。當然大眾可以這樣做，為緩解壓力去看電影，因為看電影就是一種玩樂文化。但是以從事表演的立場上來說，我認為不可以抱有這種心態，因為再渺小的我也是演戲的演員，所以現在我可以說出這樣的話，可以這樣地去工作，以我這樣窮顯擺的態度，還得到這樣的成功，真的要感謝上天，真的衷心感謝。新記者說，也許就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孔劉這個演員的精煉演技，也能感受到來自孔地哲這個人的灰力，拒絕來自優雅。以前雜誌副總編輯說的一句話。不過，若什麼都要去拒絕的話，對慾望大的人是不行的。若想有人氣、想掙錢、想出名，這些形式是大眾所說的慾望，那與變得精煉相距很遠。用這樣慾望的眼睛去看孔劉，絕對不能理解孔劉這位演員與孔地哲這個人。這是說孔劉的演技是透過克制慾望及持續不斷地洞察自身而形成的精煉所展現出來，在這樣的克制中透露出優雅。實際上，這種精煉帶來了的巨大人氣令當事者不知所措。因為得到了自己未曾慾望過的別人慾望得到的東西。孔劉說，自己想想，從性格上來看，以藝人為職業的人所需具備的特性中，我看來有很多不足。新記者說，因為沒有這樣的慾望，所以孔劉才是孔劉。孔劉說，對於來自世人的關心，仿佛已經超負荷了，長時間持續不斷地感受着那份壓迫感走過來的心情，比起任何時候，我都更迫切需要休息的時間。
身體上的疲累只要忍受一下就挺過去，因為打下點的再好好睡幾天就好了。但是精神上的那份透支感，從我拍攝釜山行和密探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感覺到了，甚至一直持續到拍攝鬼怪的時候。現在我認為自己不切需要一段完完全全為自己而活的時間。新記者說，到了要休息的時候，孔劉說，另一方面，我的確有再次回到拍攝現場的念頭。說實話，我想不到在鬼怪結束後會有這樣的想法。做了這麼久的演員，我認為與以前相比，自己對於入戲出戲這事已經更加鬆容及麻木，但今次有種當頭棒喝的感覺。鬼怪結束之後也要差不多2個月無休止地工作，所以鬼怪結束之後，我也不大有實感。在鬼怪結束後差不多1個半月，突然有種複雜的情緒瘋狂地向我撲過來，從那時開始的那些情緒到現在為止都一直川流不息地持續着，真的是到了逢9年了哦。新記者說，大家都認為孔劉點？孔劉說，對，大家都認為孔劉是走在雲端上的心情，說我做什麼都很成功，因此我的說話要更加小心，在人們面對談到自己這件事，向大家袒露自己的真心，但我說的大概不是別人想象中的我害怕這樣。新記者說，現在的孔劉因為燦爛所以孤獨。孔劉回答，我沒處發牢騷所以給鬼怪你應付導演發了信息，結果回復如下，還活在鬼怪的身份中呢，雖然很悲傷很讓人心疼，但即使如此也很帥氣。所以說鬼怪對我來說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到現在還無法振作起來，長時間無休息工作中積累的垃圾好像一次性向我襲來，最近感覺到了應該放下些什麼，所以第一次有了這種想法。新記者問，什麼想法呢？孔劉回答，從鬼怪的角色中脫離出來，忘掉空虛感，並盡快尋找新角色來從中逃脫。第一次有了那種想法，是否應該盡快讓自己忙碌起來，賦予自己新角色是否會減輕空虛感，投入進去使自己忘記的話，之前從來都沒這麼想過，反倒是給自己充裕的時間，任空虛歸空虛，孤獨歸孤獨，該承受的都承受之後，整理自己並慢慢將注意力轉移到新事物。但是現在第一次在想是否應該用新事物覆蓋掉現在的感覺。新記者問，不等清空自己的靈魂而硬塞進去什麼的話，說不定會受傷呢？孔劉回答，前些時間確實一股氣做了很多事，因為我一般是1年1個作品，屬於速度慢的一類。關於年紀越來越大的問題也與金代表議論過，得出的結論是，趁還年輕健康的時候多演出些不同類型的作品是件很帥氣的事情，為了以後不後悔，即使有點類似不是也要加快點步伐。結果這麼一想也遇到了一些有緣分的作品，因為釜山行是在拍男與女的時候決定的，這種情況也是第一次。在拍攝一個作品時有另一個作品在等着自己，因為我向來都是完成一部作品後才研究下一個。新記者問，這次畫報要消化 LV 與 Supreme 的結合，也是今年巴黎時裝周的熱門話題。鬼怪中向大家展示了多種品牌的服飾，平時對 fashion 有興趣嗎？孔劉回答，雖然知道但是沒那麼關注了，我沒有特別鑽研哪一個領域，一直喜歡的是音樂、電影和健身，之前也喜歡過車，不過現在沒什麼興趣了，現在喜歡開小型的車。新記者問，很帥氣哦，興趣本來就是全部體驗過後放下的。孔劉回答， LV 與街頭品牌 Supreme 的合作本身就很喜歡，我能通過畫報消化這種嘗試也很開心。我對時尚的知識只是常識的水準，平時常穿丁恤牛仔褲加運動鞋，我比較喜歡舒適的風格。事實上演員這個職業本身就很華麗了，工作時當然穿得很華麗了，在時尚界看來就是個無趣的模特，也不夠大膽，因此才更喜歡 LV 與 Supreme 的合作吧，因為是我喜歡的風格。新記者問，概念不誇張簡單且日常化？孔劉回答，無論什麼都喜歡簡單的，喜歡穿上後能感覺出細節差的，家具也是比起到處有 logo 的更喜歡低調的但是有細節的，都是別人說我是時尚達人，其實我根本不是啦。新記者問，如果說電視劇界靠鬼怪找到了對的人，那麼說不定時裝界靠 LV 與 Supreme 的結合找到了對的人。巴黎時裝周結束後亞洲最初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初由孔劉將 LVX Supreme 在艾舌之夜表現出來。新記者問一個艾舌之夜化的問題，孔劉覺得自己很男人是在什麼時候呢？孔劉回答，我討厭欺負弱者的人，那種人反倒怕強者，看到那種人，雖說不能過去跟他打一架，但是覺得不對的也不會眼睜睜看着，至少會做點什麼。如果我不是公眾人物，或許可以做的更多。有時這點讓我很是難過，無法出頭時，不管是誰該有個人出頭時，卻都只在看眼色時。社會生活中那種情況不是很多嗎？那個時候有埋怨過自己是藝人這個職業，所以遇到欺軟怕硬的人就很累。我表現得很明顯，因為職業曾想掩飾也掩飾不住，那種橫不講理的人、拆反河將的人、沒禮貌的人、以多欺少的瞬間。世界上不是有各式各樣的人嗎？雖說融入在一起活着才是社會是人生，但也有無法忍受的時候。那一瞬間，該說的要說的瞬間，當然還有在喜歡的異性面前覺得自己很男人，也希望很男人，本能嗎？
新記者問，最後的提問，通過聊天發現孔劉胸口好像還插着劍一樣，感覺是時候找個能拔出劍的人了。孔劉回答，如果說用插着劍的情況來表達，好像沒有這麼個人，這不是單純對於異性的提問。跟《解舌之夜》的採訪是鬼怪結束後第一次正式的採訪，真的是深入我的，我現在真的是無限深陷其中。但託這次採訪的福有了想對身邊人吐露自己的心聲的想法，對壓着自己的生活的重擔，好像也可以在別人面前哭了。現在的我好像自己在沙漠的感覺，口也渴也什麼也看不到，還掛着風沙，因為太累想向身邊人伸手卻無法輕易伸出去，孤立無援的感覺，胸口因插着劍而痛卻無法自己拔出來，希望誰能給拔出來就好了，卻無法向人開口。說實話現在也這麼想，沒有人能幫忙拔出來，目前為止。不過好像是時候向人開口了。新記者問，不是還沒有人能看到孔劉胸口的劍嗎？所以才雖然燦爛卻孤單，才應該有個能看到劍的人。孔劉回答，是呢，這個比喻真的是太符合我了，都有點起雞皮疙瘩了。雖然仍然認為沒有人能拔出我的劍，但相信會有這麼個人出現，也打算向人傾訴，好像應該這麼做。